少在地人在地前7月是奶子大出的时，验过因年轻的较厚雨的影响，今年苗栗这个奶子的产量超较济，像头份一座这个种200多丛桂味奶子树这个果子园，因年这个时阵呢，拢是生甲点，差不多会使出几万斤的奶子。验过即马，一个进入果子园强要找无奶子，地主估计今年的收成可能连100斤都无。 非常有名的桂味荔枝，你看那树啊发真侪红的奶子，农民凊彩挽落来，就是一大把。这是去年7月份头份这座有桂花香味的奶子园，不过今年来到果子园，煞是安尼。 以前这个时候应该是结实累累的吧？有一直满满的。树仔顶差不多拢看袂到奶子，啊有的树啊嘛敢若1、2把尔，这毋是已经满煞，是根本无发出来。我有7、8千斤，这盐就这样可以1、2万斤了，这边。那今年呢，1000斤都不到，没有100斤都没有。同一个果子园，同一丛奶子树，同款的时间点，竟然种差甲遮尔济，农民规个工去。去年这个时阵，拢已经满好准备出货，不过今年呢，根本无货当卖。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好可惜哦，我好想吃的荔枝，好好吃又没有了。”现在发不出来，农业处讲是因为雨水落收济。年初过来开始都一直下雨所有农作物大概有在开花结果的部分，大概都受到一个雨量的影响，所以大概一个生长的这一个走果的情形就不像往年那么的好。地主嘛讲，过去管怎差，规个果子园毛2000斤的收成，今年缩含100斤都无，真正是头一摆拄到。不过天气的原因，真正无法度控制，可能当甲人客会失礼，期待未来会当有好收成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